我哋上一堂呢就講到不迷聖自住，聖住氣自回，氣回單自結。嗱，呢度個三句呢，佢都特別強調咗呢個自字。呢個自字呢係自然嘅自，意思呢，佢係水到渠成，然後先正自出現嘅嘢，所以呢就唔好太過用人力去追求、去強求，亦都即係話呢，在呢個階段嘅金丹大道嘅練功法，雖然係有為，但係呢，要在有為中間呢，盡量做到無為，盡量唔好有勉強追求，然後呢，水到渠成呢，然後先正有聖自住，氣自回，單自結嘅呢一個良好嘅效果。假使努力追求、預期追求、刻期想成功嘅說話呢，咁樣有咗呢啲咁嘅心態，有咗啲努力，甚至勉強而為嘅話，所得到嘅就唔係金丹大道嘅真正嘅真陽之氣，當然亦都唔會結出真正嘅長生不老嘅丹陽。所以呢三個字呢，佢唔係冇字用，而呢低能到要連續用三個字。調轉頭，佢係用咗呢三個字呢，令到我哋喺100個字咁短嘅詩中間呢，等到你連續俾你了解，自然而然先正係在有為練功中間達到無為嘅成績，最重要嘅一個關鍵之所在。所謂聖住呢，其實即係心住，即係神住。住就係住喺自己身體之內，亦都即係安靜落嚟。不住嘅話，就係指自己個心、自己個神呢，往往受到外間事物嘅引誘呢，而向外追求，向外祈求。如果我哋嘅心神係向外祈求嘅話，我哋嘅神或者我哋嘅簡單嚟講，注意力喺邊度嘅話，我哋嘅氣就會去到邊度。如果我哋嘅神係投射於外邊嘅世界，結果寶貴嘅氣呢，就會從我哋個身體呢泄出嚟，跑到外面去，減少咗身體健康就有問題，冇咗人就死亡。所以呢，要令到我哋嘅氣能夠返我哋身體嘅條件呢，就係要聖住、神住、心住喺我哋身體之內。調轉頭，我哋呢反其道而行嘅話，就知道今天有一樣最神奇嘅醫病嘅方法，叫做咩啊？氣功外氣治療法。一般人都感覺到能夠將氣放出去係一個不傳之秘，
好似呢，你能夠放氣同埋唔能夠放氣呢，就係低級氣功師同埋高級氣功師嘅分別。其實放氣嘅秘訣就係咩呢？你神到邊度，你嘅氣就放到邊度。假使你嘅太太或者你嘅丈夫心有事，你將自己嘅精神集中喺你太太嘅心臟個區，想住佢心臟個區呢，你嘅氣就會慢慢地傳到你嘅太太或者丈夫嘅心臟。如果你係想放後天嘅氣呢，你用個手掌心對住佢，想象住自己手心嘅氣傳到嗰個病處，咁你個手就漸漸發熱，掌心漸漸熱咗。如果對方係好敏感嘅呢，就會發覺你放氣嘅地方呢，佢熱咗，有熱嘅感覺。再進一步呢，甚至會令到佢身體喐。咁呢就叫做放外氣。最容易嘅就係用掌心個勞宮穴放氣，你只係想象到邊度就放氣噶啦。第二呢，更高級係咩呢？就係用眼睛嚟放氣，眼睛望住邊度，你個神就去到邊度，你個神去到邊度，氣就去到邊度。因此，如果氣功師一定要用個手嚟對住你先放氣呢，呢啲就係低級嘅氣功師，佢呢道行低。不過有陣時候都唔一定係低，佢為咗要表示我放氣，故意做個手出嚟，揚下個手。如果你用我乜都唔做冇啊，但你用個手喐喐呢，好似有件乜事。所以呢，可以係低級氣功師，亦都可以係高級氣功師呢，無可奈何。實際上眼睛可以放氣，再進一步呢，你個心可以放氣。你個心諗住就可以放氣，因此咁就厲害啦，就可以將空間嘅距離呢打破。例如你香港有一個親人有病，你喺打坐嘅時候，打坐中間想住佢個樣子，然後想住呢放氣喺你嗰個見到個樣子嗰個身體處，結果呢個氣就會透過呢一個無限嘅空間呢傳送到香港，佢就能夠吸收到你嘅氣而改善身體。甚至掉轉頭，我去某某地方旅行，發覺黃山嗰棵迎客松啊，充滿生意。我想吸黃山嗰棵迎客松之氣呢，咁你一打坐就想象再次去到黃山，見到嗰棵黃山松，於是你想住佢，想住吸佢嘅氣，結果黃山嗰棵迎客松就多得你唔少，猛俾你呢通過有我睇超過10000里嘅空間呢，俾你吸過嚟，快到冇譜，就快過坐飛機。所以呢，呢個就係叫做反其道而行，就係我哋今天嘅氣功嘅作為啦。勝住氣自回，勝能夠穩定喺身體嘅話，即係心神穩定喺身體呢，咁樣我哋嘅氣亦都自動收喺身體。用最粗淺嘅例子就係咩呢？當你哋練功，精神集中喺膻中，膻中漸漸就會熱。精神守住丹田，眼睛望住丹田，丹田嘅氣累積之後，
就會發熱，甚至你將精神眼睛望住個大拇指尖，想住大拇指尖呢，大拇指尖都會發脹發熱。呢個就係氣同埋神嘅關係，最粗淺嘅關係，後天氣嘅關係。如果係先天氣呢，又唔係咁講啦。神呢係屬陰，氣呢係屬陽，陽性嘅物件都係活躍向外，陰性嘅物件呢都係靜止不動。要令到向外活動嘅陽翻嚟，減少活動呢，唯一一個方法就係用陰氣吸收佢，好似磁鐵將呢個鐵吸住一樣。你冇磁鐵就吸唔住鐵，有磁鐵嘅話，嗰個鐵就會俾你吸住呢，同呢一個磁石貼埋一齊，喐嘅鐵就會變做唔喐。如果呢一個理論能夠想象嘅話，就能夠想象呢，性住氣自回。當你呢一個陰性嘅性神心能夠累積在身體，加強咗陰嘅物質之後呢，陰越嚟越強，於是佢就能夠吸收四周嘅陽氣，唔單止本身嘅陽氣，甚至身體之外彌漫於天地之間嘅陽氣。呢種陽氣我哋古代就叫做最高嘅，叫做先天虛無真一之氣。低級嘅我哋就可以叫做宇宙嘅一般嘅能量。我哋食物質係補充身體嘅方法，吸收能量其實亦都係補充身體嘅方法。例如植物嘅光合作用唔係吸收天地嘅能量咯，將能量變成物質咯。我哋其實人類唔好以為全部靠呢個物質，有一部分都係靠天地嘅能量呢嚟改善身體。最近嘅科學報告呢，開始涉及到呢一個範圍啦，開始涉及到呢光波、電波、磁波、輻射呢對人體嘅好壞嘅影響。呢點呢，隨住科學嘅繼續發展呢，或者未來嘅人類就知道邊一類嘅能量係我哋人體最需要，邊一類能量對我哋身體有害。呢個呢，只係等於我哋今天所講嘅氣自回，氣回單自結。點解氣回單自結呢？因為陽係藥物，陰亦都係藥物，但係只係藥物。要將幾樣藥物巧妙地匹配結合，成為一種混合體之後呢，嗰種混合嘅藥物就會比單獨嘅每樣藥物嘅效果呢都大好多倍。嗰種混合嘅藥物呢產生嘅神奇作用呢，係任何單味藥物唔能夠比擬嘅。因此呢一個藥物嘅混合成為一體呢，我哋就叫做單，或者叫做小單，或者叫做還單。呢個明白咗呢個之後，我哋知道我哋單有神只係藥物，單有氣亦都係藥物。尤其雖然有氣，我哋唔能夠用神
同佢混合成為一個穩定嘅物質呢？呢個氣喺我哋身體自由出入，好似能量透過我哋身體，我哋身體毫無影響，或者只有壞影響，冇意思。因此神同埋氣都回到身中，性嘅陰同氣嘅陽互相混合，就由陰陽混合提升到更高嘅階段。呢一個混合為一嘅就叫做單，或者我哋就叫做太極。太極就係陰陽嘅混合體。咁呢，呢個單呢先正會結到。但係初步結成嘅單呢，正好比我哋用啲水將啲泥啊，或者將其他啲礦物撈埋一齊，就算佢乾咗呢，都唔係穩陣嘅。一落雨，呢一個乾咗嘅嘢濕咗，佢就會變咗一撇撇爛泥，於是散開咗。我哋要將呢一個泥土礦物混合而成嘅器物，再加上猛火嘅燃燒，令到呢一個陶土經過火力之後，改變咗佢個性質，凝結到極點，就變成咗係陶器、瓷器。唔好講話高級嘅瓷器啦，就算新石器時代後期人類嘅陶器埋喺地下都差唔多4-5千年，都冇因為地土嘅潮濕而融化，因此佢就係穩定存在。我哋嘅丹或者我哋個身體，正好比濕嘅泥同埋濕嘅礦物，你就算結咗丹呢，冇用，你要即刻將呢個丹呢，用真火真水嚟煉到佢好似濕嘅泥土，變成陶器瓷器，咁先正千萬年不壞。身體嘅千萬年不變不壞，我哋就叫做長生不老。所以下面嗰句就緊要啦，湖中配坎離。呢個湖字呢，本來就係指呢個湖公同埋臂長房嘅故事。湖公呢，日頭買藥，晚上一縮就縮入咗佢葫蘆裏面。只有呢個臂長房呢，喺個高樓建咗，苦苦要拜呢個賣藥佬為師，賣藥佬就好好收佢為徒弟，請佢入到葫蘆中間。哇！葫蘆裏面係一個偉大到極嘅世界，豪華到極，享受豐富到極。咁呢，呢個就係湖中嘅神話仙話。而家引申呢，呢個湖就係指我哋嘅身體，葫蘆就係我哋嘅身體，湖中就係在我哋身體之內。呢個配字就係配合結合。坎離呢係易經嘅兩個卦嘅名。如果用易經嘅符號嚟講呢，坎卦呢，如果由下面向上數呢，第一嘅話，我哋叫一個第一爻呢，係兩個短嘅線，我哋叫做陰爻。第二爻呢係一條長嘅直線，我哋叫做陽爻。第三條線，第三爻呢，又係兩條短線，係陰爻。
因此個坎卦呢就係陰陽陰，係陰包住陽，陰包住個陽呢，嗰個陽先正係真陽。我哋練功呢就係要想將坎卦中間嗰個真陽之氣呢攞出嚟。離卦嘅符號呢啱啱調轉，係陽陰陽，陽包住陰，因此中間呢個陰爻呢就係真陰。我哋練功就係要將呢一個離卦中間嘅真陰之氣攞出嚟，結果坎卦嘅真陽同埋離卦嘅真陰呢攞出嚟之後，真陰真陽就會結合，結合咗之後呢，呢個先正係真正嘅還丹，亦都即係通過陰就係水，陽就係火，經過水火嘅磨練，咁呢一個丹呢先正會結。呢一種嘅想法好奇妙，就係用水火嚟磨練我哋，提升我哋嘅德性智慧呢，係我哋中國甚至外國都興嘅嘢。喺丹道就係真火真水嘅磨練，令到我哋身體嘅肉體脫胎換骨，超凡入聖，甚至喺一個200多年前嘅一個西方嘅歌劇叫做 Die Zauberflöte， 一個魔笛，一個莫扎特所做嘅魔笛呢，都講到呢一個男女主角喺一個古埃及嘅神廟裏面呢，受到考驗。考驗嘅項目就係咩呢？用火同埋水，佢要經過火海，經過水海，能夠不死呢，咁佢就脫胎換骨，出神入化。另外，甚至我哋中國嘅武俠小說呢，都有一個咁嘅怪招。有一個呢叫做台灣嘅武俠小說作家呢，叫做東方英，佢做咗一本小說叫做《道與魔》，講到呢，佢哋經過咗天然嘅水火之險，火就係火海，水就係凍到呢唔知零下幾多度嘅水，好多人一去到呢就會血都凝埋嘅。你行過個火海，將你身體啲某些雜質就煉化咗；你游過嗰個水海，你身體某些雜質就消除，結果你就會變成武林嘅絕頂高手。嗰個構思呢，究竟佢係從我哋中國道家嘅水火磨練得到啊，抑或係從魔笛嗰種想法變出嚟呢？唔知，但係我哋認為都係多數從中國水火磨練改變開始，所以呢個係一個呢值得我哋細心去體會嘅一個文化現象，即係話唔係單純我哋中國嘅現象，係地球上好多民族嘅現象。湖中配坎離，就係話要在我哋身體之內，令到我哋身體嘅真陰真陽從坎卦離卦抽出嚟。坎卦嘅真陽來源喺邊度呢？最低級具體實指就係我哋個腎臟。離卦嘅真陰喺邊度來呢？最低級具體嘅呢，就係我哋個心。
其實即係我哋個腦，我哋個腦會產生真陰，我哋個腎區會產生真陽。當我哋練功練到將丹田區嘅真陽之氣練出嚟，真陽之氣就會上升，翻到呢一個心區。喺練功嘅專門名詞呢，就叫做情來歸性，性同埋情，情就係指呢個陽，性就係指呢個陰。當呢個陽翻到陰樹同埋陰配合，一個遊子翻屋企，一個離譜嘅男子仔翻到自己家庭做翻住家男人，呢個就叫做情來歸性。結果陰陽結合，就結成小丹或者還丹。呢個我哋就叫做湖中配坎離，配合令到坎卦嘅真陽同埋離卦嘅真陰結合，成為真正嘅不壞嘅丹陽。陰陽生反覆，呢一個句子呢，比較上古代現代嘅注解家呢，就有唔係幾同嘅意見。第一種嘅反覆呢，就係解作顛倒。乜嘢叫做顛倒呢？即係話世間嘅事物呢，陽嘅事物暗中就蘊含住陰，陰嘅事物暗中就蘊含住陽。明明個坎卦佢呢係陽卦，但係佢就蘊含住真陰。明明嘅離卦係陰卦，但係佢就蘊含住真陽。呢個就係陰陽嘅一種顛倒。第二種顛倒呢，就係用翻我哋原本易經嘅反覆嘅意義。喺易經嚟講，凡係從外卦翻到內卦，籠統啲嚟講，即係話由上面翻到下面，就叫做反。由內卦升到外卦，籠統嚟講，即係話由內卦升到外卦，咁樣我哋就叫做覆。反即係由上向下落嚟，覆就係由下向上發展。咁嘅話呢，所謂陰陽生反覆呢，第一個反覆就係點呢？首先要反，然後覆。用最低級嘅具體嘅呢，容易鬼了解嘅就係我哋練功，眼睛由呢一個眉心慢慢順住任脈嘅通道，一直望到落向下，望到落丹田呢，令到心中嘅真陰落到呢一個腹部，呢個就係反。然後我哋嘅腎區產生咗真陽之氣，真陽之氣就會從我哋後背個督脈上升到頭頂，呢個就叫做腹。咁樣就完成咗一次練功嘅過程。每日一次兩次，累積好多次，結果我哋就能夠
慢慢改善自己嘅身體，改善體內真陰真陽氣嘅品質，於是終歸就結出咗高級嘅丹藥出嚟。所以呢個陰陽生反覆，生就係發生產生。通過咁樣嘅練功嘅過程呢，陰陽就會產生咗下降、陽下降、陰上升嘅現象。呢種又係一種顛倒，陽性向上，而家就顛倒向下；陰性向下，而家就顛倒向上，又係一種反覆。因此道家嘅文化最重要喺矛盾中間找尋出真理。你掌握咗兩極端，而能夠冷靜在呢兩極端中間去從事呢，你就能夠相反相成，達到最理想嘅效果。普化一聲雷，普就普及廣泛，個化字呢就係變化，變呢就係事情逐漸變。雖然佢喺處變住，但係仍然都係嗰樣嘢。例如我哋話人由輕飄飄嘅6、7磅嘅 BB 仔，一直長大變兒童，變少年，變青年，變成人，變壯年，變老年，變得好緊要。各位唔信，攞翻自己由 BB 仔到而家嘅相，每2、3年一兩張睇睇，你認唔認得自己呢？認得自己都係因為心裏有數。其實如果唔係你嘅話，你就好難認。呢個就變，但變中間仍然呢，仲勉勉強強都認到自己。假使由人變猛虎，由人變毒龍，咁就變咗第二樣嘢。變咗第二樣嘢就唔係人，咁就叫做咩呢？叫做化。化即係話完全變咗。變呢，喺呢個牛克斯嗰派嘅垃圾哲學呢，我哋叫做量變。化呢就叫做質變。由無窮咁多量變呢，終於引起咗本質嘅改變。呢個化就係本質都改變，脫胎換骨。雖然係人，已經唔係人，因為佢已經係超人。而家呢個普化就係廣泛地變化。咩廣泛地變化呢？就係指我哋全身，唔好話頭手身腳呢啲咁大嘅嘢，或者呢內臟，甚至連到我哋頭髮細胞都全部改變咗呢，咁就叫做普化。如果只係變咗個鼻哥唔變耳仔，呢啲係垃圾嚟嘅。即係一變呢，要全部廣泛地變，由凡人變成超人。普化一聲雷，一就係第一，第一聲呢就係開始。好似我哋打雷呢，聽到第一聲雷就係雷打嘅開始。呢個雷係咩意思呢？用易經嚟講，雷呢個卦呢，就係上面嗰2個符號係陰，下面嗰個符號係陽。陽嘅性質要向上，但係俾2個陰向下壓住佢，控制住佢，
駁束住佢，因此佢想向上，俾人禁制壓抑。但羊係一個唔甘心受壓抑嘅嘢，佢要拼命掙扎。當掙扎到某一個階段，就脫離咗呢一個陰嘅控制壓抑，於是佢就一飛沖天，一鳴驚人。呢一種突然之間爆發嘅力量，令到佢由下面向上升呢。如果喺地底呢，就係地震嘅產生；如果喺地面呢，就係雷嘅發生。雷嘅發生，我哋眼中只係覺得天上個雷打落地下，但係如果你係坐住人造衛星呢，你啱啱相反，你發覺雷係從地面升到地球高空100里嘅高空嘅。因此雷係由下向上升起。明白咗呢一個雷係咁嘅嘢呢，就明白咗呢一個一聲雷嘅作用。練功呢係要練出陽氣，我哋全身呢都只有陰氣。當我哋由陰極陽生，產生一陽嘅時候，即係上面嗰5個符號都係陰陰陰陰陰，最下嗰個符號係咩啊？係陽。喺易經嘅卦呢就係復卦，復就係恢復康復嗰個復，呢個叫地雷復卦，亦都就係我哋體內陰極陽生。陰極陽生呢，水皮嘅就係咩呢？有微微嘅若有若無嘅熱氣呢，從我哋背脊嘅督脈上升到頭頂，由下升到上頭頂，呢啲係水皮嘅。但係如果真係能夠做到地雷復，就好似天上嘅雷霆咁樣，一聲響呢，佢就迅速地由下面順住督脈上升到頭頂。因為佢係地震式嘅，嗰陣時候你呢坐住呢，成個囉柚，成個呢一個會音呢震動。另外個雷聲呢就要入到你個頭頂，喺個耳裏面呢先正用最大嘅聲音發出嚟。想象一下，突然間呢你個身體產生最大嘅好似地震咁嘅震動，然後跟住有熱氣一直好似閃電咁向上升。閃電係在先，雷聲係在後，係咪啊？我哋睇到閃電伏，好啦，慢慢咧先聽到咩啊？雷聲，閃電到頭頂，然後呢耳仔聽到呢沉雷咁嘅聲音，呢個就叫做地雷復卦，亦都就係呢一個叫做普化一聲雷。如果你能夠真係在練功中間練到陰極陽生，真陽之氣從下身順住督脈上升到頭頂，呢個就係叫做真正嘅打通任督二脈，真正打通二脈。武林小說話呢個就由普通高手變成咗超級特級嘅武林高手啦。如果從單道嚟講呢，你全身即刻就改變。就算你有癌症，有咗呢個之後，再去醫院檢查呢，醫院就頭痛啦。你個癌區去咗邊度啊？
冇咗影蹤嘅，究竟係我以前驗錯啊，一而家驗錯，再 check 過，再驗過咁之類。當然，任何病都冇晒，而且你個身體智慧都改變，所以叫做普化。當你能夠練到地雷伏嘅真正完成呢，你整個身體就廣泛地變化，由平常超凡入聖，成為超人。呢個信者得救。白雲朝頂上，白雲就係指呢一個普化一聲雷嗰個陽氣。點解佢用白呢？因為在五行中間呢，金嘅顏色呢係白，而家嘅陽氣就係金氣。點解陽氣係金氣呢？因為根據易經講，乾卦就係金，乾即係金，乾卦就係純陽嘅，因此純陽剛健到極點。用具體嘅物件嚟講呢，就等於我哋人間嘅玉器或者金器。古代可能唔識鑽石啫，如果我哋今天呢，就應該唔係用金用玉，應該用咩啊？用鑽石嚟代表呢一個最堅硬嘅陽，但係古代就用金嚟代表陽。因此練丹最重要就係練金水之氣，金氣就係純陽之氣，水就係純陰之氣。而家因為真正練出咗陰極陽生嘅真陽，呢個真陽就係純金，純金之氣，佢所呈現嘅顏色呢就係白。點解用個雲字呢？雲者氣也，雲一定係由地下上升到天空，因此就用咗呢個雲嘅由下升到天空嘅特性呢，嚟形容練出嘅陽氣由下身升到上頭嘅。呢個係第一種解釋，係初級嘅練功嘅現象。如果進一步更高級呢，當我哋能夠將心肝脾肺腎五臟嘅氣原本係分開，原本係唔能夠合一嘅，各自為政嘅，但係而家呢，我哋能夠將佢混合成為一體。木氣就係青，火氣就係紅，土氣就係黃，金氣就係白，水氣就係黑。但係五種氣混合就變成咗咩顏色呢？就係白色。正好比我哋太陽啊，有七彩嘅，但係我哋話太陽光係咩色啊？白色。當佢鬼讀個物理學都識噶啦，嗰種呢三原色或者七彩一變，當堂就出現白色。當五臟之氣混合，就唔係紅色、藍色、白色、黑色、黃色，而係咩色啊？變成咗一個高級嘅白色。呢一種呢五臟之氣上升呢，我哋就叫做五氣朝元。前一步我哋叫做咩啊？三花聚頂，五氣朝元。咩叫做三花呢？我哋有所謂精、神、氣。精花顏色就係黑，神花顏色就係紅，
氣花顏色就係白。當你頭上現出金紅紫三色，我哋就叫做三花積聚喺頭頂。當你能夠將五行混合變成太極一氣，咁就叫做五氣。甘露灑須彌，我哋上面呢就講到白雲朝頂上。我哋話白雲呢，白就係形容呢一個氣嘅顏色，其實主要就係未必係顏色，而係呢初步用呢個白呢嚟代表呢一個金氣。高級呢就係心肝脾肺腎五臟嘅氣嘅混合，同樣都係白氣。而家呢度呢係指初級嘅金氣。金氣其實就係陽氣，因為乾卦呢就係金。因此呢一個金氣就係指純陽之氣，亦都就係陰極陽生呢生出嚟嘅呢一個真陽之氣。呢一個真陽之氣生出嚟之後呢，就由微小逐漸發展到盛大。於是就會順住陽性向上升嘅呢一個本性呢，順住督脈上升到頭頂。呢個朝字係朝拜，由下向上就叫做朝，頂就係頭頂，上就係人身之上。人身之上同樣就係頭頂，呢個就係陽氣順住督脈上升到頭頂嘅泥丸宮，或者具體啲就係百會穴呢，就叫做白雲朝頂上。甘露灑須彌。甘露呢一個名詞呢，最早出現呢就係漢武帝嘅時候，當時啲方術之士呢就話要吸收甘露作為飲料呢，然後先能夠卻病延年、長生不老。於是呢，漢武帝接受咗呢啲方士嘅建議呢，喺宮殿裏面呢做咗一個古代叫做高入雲霄，我哋今天呢就話係3-4丈咁高嘅一個高台呢，嚟承接天上嘅露水、雨水，用嗰個呢雨水呢嚟服食。咁呢就叫做甘露。後來呢一個名詞嘅意義呢，就引申提高，變成咗呢煉丹裏面一個高級嘅指象。呢個指象就係咩呢？就係陽氣就係氣，陰氣就會由氣態變翻物質態，由氣態變物質態也者，即係變為液態。例如我哋雲係從地下升到天空，陽從地升到天空，天空個雨、天空個雲變成雨露灑落地下，咁呢就係叫做陰氣。呢度就講出咗，當呢一個陽升到頭頂之後呢，
陽氣就會到極限，正好比陰氣喺丹田下身發展到極限呢，陰極生陽，於是呢就變成伏卦。而到咗頭頂呢，相反，陽極就生陰，於是呢生出咗詬卦。詬同埋伏，詬卦呢就係下面一爻係陰爻，上面嘅2、3、4、5上都係陽爻，係講出咗陽極陰生。陽極陰生就由氣態變液態，於是呢啲氣呢就會變成液態嘅水，從頭上落翻嚟。須彌係呢一個佛教所講嘅高山，叫做須彌山。須彌係譯音，佢個意義呢叫做妙高。須彌山即係妙高山，亦都係最高嘅山。呢個就係象徵咗人最高嘅頭部，用呢一個須彌嚟代替。除咗用須彌嚟代替頭頂之外呢，我哋中國本土最高嘅山呢，古代就叫做崑崙山。因此好多嘅丹道嘅著作，如果唔接受佛教嘅影響，而站在中土文化嘅立場嚟講呢，咁就會稱呼佢做崑崙頂，即係頭頂。灑呢係水慢慢普遍地落嚟，要注意呢一個水唔係從空中灑落嚟。有啲翻譯家呢翻譯呢個句子呢就話甘露從空中灑落嚟呢，呢個唔合理，亦都唔合呢個練功嘅實情。當然各位練功練得好，都會覺得個頭頂非常清涼，甚至好似有涼風陣陣吹住你個頭，個涼氣呢慢慢由頭落嚟。但係呢一個並唔係甘露，甘露呢係你體內嘅陽氣升到頭頂裏面，由氣態變液態，呢個液態都係在你頭頂裏面，然後順住額頭、面部、喉嚨灑落嚟，唔單止灑落個頭，甚至要灑到落丹田。灑落丹田嘅話，上丹田嘅眉心裏面，中丹田嘅降宮，即係我哋所講嘅膻中，下丹田嘅神闕穴呢，同樣都受到呢個甘露嘅沾濕。咁樣呢，我哋就叫做灌溉三公。好似農夫呢，要令到田地啲禾稻能夠生長得茂盛呢，就要在土地上面灌溉。呢一種咁嘅甘露灌溉咗我哋身體呢，就會令到我哋身體裏面嘅農作物，即係細胞啊、組織啊、器官呢，就會蓬勃地生長，叫做灌溉三公。至於白雲朝頂上呢，我哋或者可以話叫做火逼金行。我哋嘅神火照住丹田，令到丹田產生呢一個金氣，然後我哋嘅神意
嘅帶動呢，金氣就會上升到頭頂。金氣點解會上升到頭頂呢？就係我哋綿綿不絕嘅火力，令到金變氣，由液態變氣態，因此氣態就上升，液態就下降。如果低級啲唔叫做火逼金行呢，火逼住金向上行動呢，我哋就叫做還精補腦，將我哋下身嘅元精呢還送翻到頭頂。呢一種個元精呢，就可以補益我哋嘅大腦，令到我哋嘅大腦嘅功能改變改善。第一步能夠做到還精補腦呢，已經發達咯。你當堂呢個人啊，頭舒服到極，身體舒服到極。以前記憶力差嘅而家就好，以前分析力差嘅而家就好，個人就聰明咗，人就後生咗，成個呢就返老還童，面都變咗，變得好唔係變得壞。因此初步嘅還精補腦已經好值錢。如果再進一步到火逼金行嘅話呢，呢個就係我哋嘅所謂叫做小周天。而家呢兩個句子就係講出咗實際通小周天嘅呢一個景象感受，實際嘅情況就係咁樣。呢一種呢並唔係話個個做唔到，而係好多人都做得到。當你呢一個頭上嘅氣變成呢一個水落嚟嘅時候呢，你唔感覺到佢係水，好似黏黏滑滑，質地好濃厚嘅，又未曾到痰咁密。人哋呢古代就話用呢個雀蛋、雞蛋都得，雞蛋嗰啲液體嚟去形容佢，甚至呢個蛋黃都在裏面。你吞嘅時候呢，黏黏滑滑就係啲蛋白，跟住感覺中間呢有一個比較軟性嘅一個物質，嗰個蛋黃一吞落喉嚨呢，當一到深部嘅時候呢，佢同普通水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咩呢？普通咪水咯，好似你飲水咁，但係呢佢唔同，一到個深部肺部之間呢，佢伏一聲散為氣體，清涼到極點，好似薄荷咁清涼嗰種發散嘅氣體呢，散出去，令到呢你呢一個心肺之間呢，突然之間就清涼，好食咗揮發性嘅薄荷。如果唔知係咩嘢，買粒薄荷糖試試，體會下嗰種揮發性係點樣落嚟。咁咧就一直落，但係咧呢個心區咧就最明顯，落到丹田咧就要更進一步啦，又要有一排嘅苦練咧，然後嗰種伏一聲嘅感覺咧，先至慢慢落到丹田。等到丹田有呢一個好似口吞嗰種感覺咧，咁咧小周天嘅功夫咧就差唔多啦。呢個咧就叫做白雲朝頂上，甘露灑須眉，一上一下。自飲長生酒，長生酒就係甘露。每一次練功呢，你都能夠將呢一個真陽之氣變為液體，吸收入身體裏面。如果單純嘅陽氣呢，佢唔變化嘅話，陽氣係能量，佢慢慢散出身體之外，唔單止你練功嘅辛苦冇報酬，甚至可能佢在走動嘅時候呢，
連你嘅呢一個原有嘅身體裏面啲陽氣都帶出嚟，結果呢係得不償失到極點。所以呢，有咗陽氣唔恭喜，陽氣要能夠變為陰氣，然後先恭喜。要陽氣變為陰氣呢，就係你到頭頂嘅時候，點樣令到陽到極下？但係陽到極下呢，就最容易出呢一個走火嘅現象。因此，任何嘅成功呢，都要用好危險嚟做代價。所以一般人練周天功呢，如果話有真正嘅走火嘅危險呢，就係陽氣升到上頭頂，佢冇辦法將陽變成陰。陽變成陰嘅關鍵最重要就係前面呢首詩最初嗰7句，就係修煉性功。性就係屬陰，性功其實就係我哋大腦心嘅修煉。如果我哋喺最初前面嗰7句練己築基嘅性功做得好呢，性功做得好，我哋頭上就有真陰之氣。我哋頭上有真陰之氣，陽極到頭頂。即使我哋唔能夠變成真陰，起碼我哋個真陰都會將呢個火撳熄咗，冇走火嘅危險。進一步，我哋就能夠將呢一個陽火通過性功嘅呢一個修為呢，好容易將佢誘導變成真陰。所以呢一首詩一開始用咗7句詩嚟去反反复复說明練性之重要呢，其實表面上似乎嘥多啲時候，但係就保障咗未來練功呢一定成功，同埋唔會出亂子。甘露個作用就係延年益壽。當我哋練功練到咁嘅時候呢，我哋全身嘅唔好話肌肉，連骨頭都會變軟咗。年紀越老嘅人嘅最大缺點係咩啊？骨頭越硬，越容易脆，越容易斷。BB 仔嘅骨頭點啊？軟到極，尤其是初出世嘅 BB 仔啊！你抱佢嘅時候真係要小心啊！你真係要四面八方抱住佢，你千祈唔好托住佢囉柚，唔係佢啵一聲會點啊？任何位置都可以點啊？彎曲落去嘅，軟到極。各位如果見過人哋練自發動功就明白噶啦。平日佢骨頭硬嘅，一練自發動功呢，佢做啲動作柔軟到極，佢自己都覺得冇可能個骨頭軟都唔交關。但係呢，自發動功完咗，你再叫佢唔該，你好似啱啱做一下，佢就打死做唔到。自發動功低級嘢嚟嘅啫，都能夠令到呢一個骨頭變軟，何況呢個係中國2000年來發展嘅最高級嘅丹道，因此呢會全身柔軟，同埋全身進入咗一個精神呢，有少少恍恍惚惚，忘懷世事，忘懷自己嗰種狀態。嗰種狀態呢，勉強就話係飲酒飲到微微醉，唔係中醉，更加唔係大醉，係微醉，係微微開始有少少酒意嗰陣時候呢，全身溫暖，大腦呢忘記咗自己啲快樂或者悲傷嘅事，個大腦好寧靜嘅感覺。如果各位冇飲酒呢，或者一種怪藥嘅 LSD 呢，類似啦，
食咗 LSD 之後呢，唔係大量微量嘅 LSD 食咗之後呢，嗰種感覺亦同樣好似微醉咁樣。你感覺呢，喺呢個人間呢，進入咗一個神秘嘅空靈嘅舒適嘅世界裏面。所以點解有咁多當年有咁多啲人咁中意食 LSD 呢？係有道理嘅。飲酒亦都係，飲酒飲到微醉個境界呢係好微，中醉差，大醉就係受罪，浪費美酒，傷害身體嘅。因此而家呢，佢就形容練功呢嗰種溫暖、柔軟、輕靈、忘懷世事，既不清醒，亦不是懵懂，而係呢微醉嗰種感覺。呢個感覺呢，飲酒嘅人呢，大概勉強都唔係個個會體會得到。唔飲酒嘅人呢，就自己想象一下，體會一下。因此佢叫做長生酒。自飲你自己就能夠每一次飲到呢啲自身所釀製出嚟嘅，令到你長生嘅美酒，令到你進入咗一種逍遙快活嘅境界裏面。嗱，有一個自字，已經用咗好多個自字嘅咯。前面3個自字，而家第4個，100個字中間竟然有4個自字，佔咗%幾多啊？哇，離譜啊！呢個比例大啦，太大啦，1/25。我哋可以鬧佢作呢個人啊，肚裏頭冇墨水，識字少，但係事實上唔係，而係佢更強調呢個字係你自己嘅事。你飲酒味道係點樣？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你有得飲你就知，你冇得飲你吹唔嚟嘅。逍遙誰得知？逍遙呢兩個名詞呢，最早就出自莊子嘅內篇。莊子嘅內篇嘅第一篇呢，就叫做逍遙遊。莊子所講嘅逍遙遊呢，就係要希望我哋得到絕對嘅自由。我哋受到時間嘅限制，我哋唔可以同孔夫子傾偈，我哋亦都唔可以延長到22世紀同22世紀嘅人見面。我哋總係只係一個好短嘅時間，所以我哋時間係冇自由，我哋冇空間嘅自由。而家都係啫，你去好多地方都有護照要申請，你冇護照你就唔去得。就算地球將來到處去得，你能唔能夠離開地球去月球呢？能唔能夠離開太陽系去其他嘅星系呢？空間冇自由。例如各位今日溫哥華，諗一諗，可唔可以喺香港坐飛機得嘅？但係如果唔係呢，你就唔得。喺古代嚟講呢，空間自由就限制得更大。我哋思想有冇自由？冇。我哋而家嘅思想其實都係受到咩啊？整個人類文化同埋當地同埋你國家文化，甚至你家庭文化嘅影響，形成咗你有好多嘢呢，你唔敢做。唔敢做嘅原因就係文化影響你。呢個令到我怕醜唔敢做，呢個令到我畏懼唔敢做。嗰種唔敢做呢，力量好大。呢啲都係唔自由。要達到空間自由、時間自由、思想自由、人生嘅自由呢，唔簡單。而家佢就話，當你收單到咗小周天，唔得，小周天未得，起碼大周天以上先得。小周天生命都未有自由，空間都未有自由，思想都未有自由，勉強啦。逍遙誰得知？呢個逍遙就係自由自在。
冇任何嘢能夠駁出佢。誰即係別人，得就係能夠。邊一個人能夠知道呢？冇人能夠知道，只有佢自己知道得到呢個自由。呢種自由呢，亦都係別人冇辦法體會得到。你同別人講呢，正好比你同夏天嘅蟲講冬天嘅冰雪。夏天嘅蟲秋天就死咗，佢從來未曾見過冰雪。你同佢講冰啊，有咩意思？因為佢根本唔會體會到你嘅長生酒嘅享受，你嘅逍遙嘅境界，同佢講呢，佢根本冇辦法明白，冇辦法接受。因此呢個只有自己享受。坐聽無言曲，無言曲係咩呢？言就係言事。我哋樂器中間呢，大部分都係弦樂。中國嚟講，古琴係弦樂，外傳嚟嘅呢，琵琶、古箏、秦琴、二胡、高胡、中胡，呢啲都係弦樂，佢係拉動弦樂，震動空氣發聲。冇咗弦嘅弦樂器，發唔發到聲啊？發唔出聲，亦都即係話呢，佢唔需要用樂器發出聲。對於呢句話呢，古代個注解家分開兩派。第一派呢就話無言曲呢，就係你練功練到某一個程度呢，你眼中就會射出神光，耳中就聽到不同平常嘅聲音，口中經常就有甜到極嘅津液等等嘅出現，耳中聽到聲音，係練功嘅人呢嘅常態。大概統計結果呢，10個人中間就有一個聽到聲音，但係呢個並唔係高手喎，係初學1-2年就有機會。如果真係練單道嘅話呢，聽到呢個聲音一啲都唔奇。當佢真係達到靜定到極點，佢嘅氣功就激發咗佢個耳仔、眼睛、鼻哥、口、身體同埋神經嘅功能，達到極之敏銳、靈敏嘅感受程度。因此，佢個耳仔首先就會聽到自己心臟嘅跳動聲音，比西醫嘅聽筒嘅心臟聲音呢更清楚。再進一步，佢練功嘅時候就會聽到佢身體血管流動嘅聲音，因為血管在經過血管嘅時候，個摩擦力有聲音，正好比唔知各位有冇睇過河流？河流流水在流動嘅時候，河水都發出河咁嘅聲音。同你我哋嘅身體嘅血液流動摩擦有聲音，呢個都仲可以用科學推理嚟解釋。但係再進一步嘅時候呢，所謂無言曲呢，就係耳仔聽到一啲唔似人間嘅音樂，但係呢另外一種非常美妙嘅聲音。古代例如好似《道人經》就稱呼呢種叫做碧落空歌。碧落就係天嘅別名，碧落空歌即係天上面空無所有嘅歌。呢種歌我哋今天嘅練功嘅人好多感受到，但可惜未曾做過科學
嘅鑑證，只能夠話呢，我哋可以推想，我哋今天氣功師發出嚟嘅外氣呢，用儀器接收呢，除咗佢係紅外輻射、靜電、粒子等等等之外呢，佢仲有一種音波叫做次聲，次即係第二次嗰個次。所謂次呢，即係話唔係正常嘅，佢係第二等次。呢個第二等次呢，其實就係指低頻，低過20赫嘅呢一個低頻嘅波，我哋就叫做次聲。喺呢一個今天嘅科技儀器上呢，已經一次又一次測到，我哋放出個外氣係有低頻嘅聲波。有冇高頻呢？應該有，練單道嘅應該有。因此當我哋在練功練到全身嘅真氣萬形嘅時候，呢一種內氣佢本身就有受低頻控制嘅紅外輻射啊、靜電啊、粒子啊、其他物質啊，甚至呢個次聲嘅效應。因此我哋個耳仔就會聽到呢啲不同嘅次聲或者高頻，於是就形成咗一個呢人體特有嘅一種呢音響。呢種音響呢就叫做無言曲。到咗呢個境界呢唔係好高㗎咋，我有啲學生都聽到㗎，所以呢佢哋練功幾年㗎咋，而且唔係練得最好㗎咋，未曾到真正小周天完成㗎咋，初步㗎咋。因此佢都聽到，好多時候聽到好美妙嘅聲音。咦，隔籬開音樂，咦，邊度傳嚟個聲音？但係呢問我屋企人冇啊，你練功嘅時候我哋聽唔到有聲音啊。咁呢，但呢個係正常嘅，聽到唔好開心，聽唔到自己努力，千祈唔好呢追求唔到嘅呢樣嘢自動出現，靜到極點，真氣充盈就出現。呢度就係講出小周天之後，你就進入咗靜定嘅境界。呢個勉強就係話小周天過渡到大周天，未到大周天嘅境界，出現各種嘅眼有神光，耳有異響，口有甘味，體有清香。如果各位呢忽然間見到啲人呢唔搽香水呢，一種特別香水嘅味俗混濁，除非最靚嘅香水最貴嗰啲我唔敢答你，一般啲平價香水呢混濁令人難聞。但係呢嗰種人體嘅香呢係非常令人清純嘅。呢個呢又經到實驗證實，確有此事。唔使咁高啦，唔使到咩周天啦。普通國內好多氣功師呢，佢又可以放香氣添，手一放，哇！整個會場啲人都聞到桂花香、曇花香等等嘅香味。所以呢個呢係我哋需要進一步去研究乜嘢原因，就唔好懷疑佢存在，即係存在係存在噶啦。用咩科學嚟解釋？唔該你去諗諗。坐聽無言曲，正坐嘅時候，到咗虛極靜篤呢，你就自然出現呢一種情形。明通造化機，明就明明白白嘅，通就係精通，造化就係指天地創造萬物，化育萬物，令到萬物生長變化運動。因此造化就係天地生長萬物，變化萬物，形成萬物嗰種呢運動同埋規律。講得高啲就係宇宙嘅規律。機呢就係事情啱啱開始，
微小到極點嘅就叫做機。你啊練功到呢個階段呢，你就能夠內觀自己嘅身體。我哋嘅身體就係一個小宇宙，外邊就係一個大宇宙。當你真係能夠靜觀自己身體內嘅各種嘅規律，將佢擴展，其實就係大宇宙嘅規律。因此你唔需要出門，你唔需要睇任何嘢，你能夠真正明白自己，在呢一個神秘嘅體驗中間，你就同宇宙嘅信息接通咗，你就真正徹底了解宇宙嘅秘密。呢個就係我哋中國嘅科學，我哋中國嘅科學就係咁得嚟，同我哋今天20世紀最尖端嘅科學漸漸接近，同19世紀嘅科學就完全違背。到咗呢個時候呢，你就明白咗山河大地萬物嘅成因。你真正了解宇宙嘅成因，就能夠掌握宇宙嘅運化之道，模仿宇宙運化之道，同宇宙同其長久。呢一句說話呢，綠野仙蹤講得好，講冷於冰熟讀咗呢個天光總衰之後呢，終歸就明白咗宇宙嘅最高嘅秘密。結果佢就真係達到天仙金仙嘅水準。所以呢，呢句話最好嘅解釋，請各位睇綠野仙蹤，冷於冰到最後悟道之際，有段好文藝性嘅精彩性嘅描寫。嗰本書呢，我相信德星書畫仲有一套喺度，就仲可以呢，有人可以破30零蚊呢去搶購，都仲有得傾嘅。到咗呢個時候，已經就係由練精化氣進入咗練氣化神嘅中關嘅靜修嘅境界。都來20句，都就係總共20句，每句5個字，咪100個字咯，5乘20 100。端的，端的就係的確嘅意思。呢啲白話文變成詩歌。上天嘅階梯，上天不容易，但係如果有條梯呢，又唔同啦。呢個就係一個具體嘅，令到你能夠上天成為神仙嘅一個好具體、好實際嘅途徑方法。呢一首詩呢，雖然係100個字，但係其實呢講得都幾實際。養氣忘言守呢，我哋可以話整個修道嘅最重要嘅原則呢，都唔出呢5個字。降心為不為呢？呢個可以講得就係我哋最初嘅練己嘅功夫。如果我哋唔將第一句變成咁高嚟講呢，第一句就係築基，最緊要練氣；第二句練己，最緊要練心。能夠練心練氣，達到合理嘅程度，練己築基嘅初功呢就完成啦。跟住要鞏固呢一個練己築基，向呢一個小周天發展呢，最緊要你懂得動靜之中做，要懂得有無極而太極嘅一動一靜，然後由呢個動靜之中做，無事無事都係養心嘅。真常須應物，應物要不迷，不迷勝自住。呢幾句就係強調咗、鞏固咗修性係貫徹始終，亦都係最初練丹道有冇成就嘅最緊要嘅關鍵。修性成功呢，自然就點樣呢？勝自住，
聖自住就係修聖成功，跟住自然呢個命就能夠保持。聖住就氣自回，氣回丹自健，呢個就係講出咗，當你聖住嘅話呢，然後就自然能夠招攝體外嘅先天真一之氣嘅陽氣進入自己身體之內。呢個我哋就叫做陰求陽，我哋嘅身體就係陰，陰求到陽，陰陽混合就結成咗丹藥。結成咗丹藥，即係初步嘅生丹，未經過燒煉，因此好容易就壞。正好俾泥土經雨水一沖就崩壞，一定要用火將泥土燒成陶器瓷器，個丹先至不毀滅。跟住湖中配坎離，陰陽生反覆呢，都係強調咗要通過呢一個小周天嘅陽，叫做進陽火，退陰符，將水火陰陽嚟去鍛煉，令到呢一個生丹呢變成咗熟丹。丹熟咗之後呢，就會出現普化一聲雷，呢個真丹呢就會點化全身呢，令到全身突飛改變。於是到咗呢個時候，真正嘅小周天就景象就出現。佢用咗好具體嘅語言呢，叫做白雲朝頂上，甘露灑須彌，去形容佢。有咗呢個之後，每次就能夠採到呢一個藥物，佢就用咗長生酒嚟去，於是身體就改善，進一步就會再靜定到極點呢。通過人體嘅了解宇宙，天上係冇唔讀書嘅神仙，天上係冇無知嘅神仙，你一定要做到了解宇宙嘅規律，你然後先正配做神仙。因此到咗呢個之後呢，下一步功夫未完，呢個只不過係初階，同志仍需努力。下一步呢就下一步再講啦。於是呢，佢呢100個字呢，已經將最重要嘅呢一個煉丹嘅概括到咁呢，已經的確係一篇呢好難得嘅一篇嘢嚟噶啦。